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新正年伫台南府城有迎春牛的风俗，因为大东门古早会举办迎春礼，嘛有人讲是迎春门，有人讲是春牛步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牛，歌舞牛读第五条。读牛这是读白音，牛是一款食奶的动物，气力真大，会犁田。咱台湾有水牛、赤牛啊、鲢牛等等，嘛有人姓牛。牛伫12生肖排第二，代表字是丑。农民历古早嘛有人讲春牛图，啊那牛仔裤古早讲是拍铁仔裤。另外风疫大家挂喙罨，有人讲是为牛喙罨来的，嘛有人讲是暗起来这个暗读做喙罨。牛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牛，牛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牛声马后，会当讲是讲话大声话。颠倒边的词就是轻声细语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唱歌有够歹听，亲像是高声去食掉。第二个词读做地牛翻身，嘛有人讲是土牛翻身，这个意思就是地动，因为古早认为土骹有地牛翻身就会引起地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的歌声牛声马后，一个唱歌袂输地牛翻身，害大家坐袂牢，走干那飞。等伊唱煞才阁倒转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牛，这是白音；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牛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